次嚟到俄羅斯呢度，佢嗰份神秘感，令到我對呢一次嘅旅程再多一份期待。期待係一種感覺嚟，同時仲係一種對未來嘅憧憬。有時候會期待喺陌生嘅城市遇到一啲有趣嘅事物，同埋遇見友善嘅人。每一個人對自由嘅定義都唔同，你又覺得點樣先係自由？就算冇浪漫嘅愛情，冇華麗嘅服飾，都一樣可以散發出閃爍嘅光芒。呢一次旅程令我發現最珍貴嘅，其實就係嗰種自然嘅感覺。